精準篩選每場圈點嘅馬，準確鎖定前4名組合，多次好成績證明模型具備高度可重複性。分析2026年4月8日快活谷第1場1號馬有情有義4歲騎師莫雷拉馬房，方嘉柏132磅12檔，現時平40分，近期同程佳績兩大威脅對手。11號輕鬆大笑，上賽後上競跑第4，狀態嚟緊，內檔有着數。4號力顯大將，同程入位率1半，1檔起步可以守住好位偷襲。賽7號起馬4歲騎師莫雷拉，方嘉柏馬房負125磅7檔，現平49分，跟威脅對手。11號真叻仔，上賽同程跑第2，末段追勢凌厲，3歲馬仲有進步。2號勁進區，同程入位率55.6%，官頓操刀，方頭能力強。賽至6年4月8號跑馬地第7場1號馬銀亮奔騰5歲騎師布文馬房，又得威脅對手。2號滿心星，上次跑同程谷草1650米1放到底大勝，莫雷拉接手，前速好犀利。6號勁好運，上次同程後上追得好近，田泰安再騎，跑紮場好可靠。賽前1號俏眼光4歲騎師布文馬房，蔡約翰133磅5檔，現時評分75分，近期同程佳績評分68分。5大優勢對手。12號喵喵怪，同程入位率71.4%，上場谷草1200跑第3，末段追勢好勁。10號拔亮老窩，上場同程亞軍，末段衝刺評分高達2.57，田泰安再騎，後勁犀利。效率碾壓優勢，因為傳統分析需要幾個鐘 ，V6.8 只要幾秒就完成精準深度推理。模型6.8喺每個賽事都命中多場4重彩嘅技術啟示。模型6.8對於任何需要處理複雜變量同不確定性嘅領域都有超水準表現。模型6.8唔會進行外部搜索，保證專用分析資料嘅可靠性。高精度數據分析，能夠處理海量賽馬往績、資料數據同埋實時變量，強大推理能力。喺有限參賽馬中，精準鎖定前4名排序，穩定可靠，連續多場保持高命中率，絕非偶然結果。今期做一個總結， AI 模型嘅分析能力係有目共睹嘅。過去多個實證預示幾十萬嘅4重彩都有機會中到。4重彩嘅組合係當有2匹10倍以上馬入嚟就過10萬派彩。V6.8 喺10倍以上馬都時有佳作，咁下次中幾十萬嘅就可能係你啦。我哋下期會介紹一個長贏玩家嘅秘密軟件，配合 AI 同即時賠率鎖定利潤，仲有佢嘅出擊手法，千祈咪走寶，即刻加訂閱、點讚、分享。多謝觀賞，支持我哋，請加訂閱、點讚、分享。